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3章，有人甲大笔讲，非利士人伫攻击基拉城，抢五谷场。大笔问上主：我来去攻击遐个非利士人好无？上主甲大笔讲：你去拍非利士人，解救伊基拉。军队大笔个人甲伊讲：咱伫犹大地都真惊非利士人，何况去基拉拍因个军队？大笔阁问上主，上主应讲：你去，落去基拉，因为我要将非利士人交伫你个手。大笔甲军队伊个人去基拉，甲非利士人交战，抢因个精生，杀死因真侪人。安尼，大笔有解救基拉个住民。阿希米勒个囝阿比亚他逃走去基拉见大笔个时，手呢有带以弗得去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笔来到基拉。扫罗讲，上帝已经将伊交伫我个手，因为伊入去有门有串个城，家己关伫迄内面。扫罗就调集所有个军兵，要去攻打基拉，包围大笔甲军队伊个人。大笔知扫罗设计谋要害伊，就甲祭司阿比亚他讲：你带以弗得来。大笔讲：上主以色列个上帝啊，你个仆人有听到扫罗要来基拉，为着我个缘故，遭灭即个城。基拉人会将我交伫伊个手袂？扫罗会照你个仆人所听到个落来抑袂？上主以色列上帝啊，求你指示你个仆人。上主讲：扫罗会落来。大笔阁讲，基拉人会将我甲缀我个人交伫扫罗个手抑袂？上主讲，因会将你交互伊。大笔甲军队伊个人约有600，随时离开基拉四界漂流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笔已经对基拉逃走，扫罗就无出兵。大笔密伫西弗旷野山区个要塞，扫罗逐日追找大笔，毋过上帝无将大笔交伫伊个手。大笔知扫罗已经出来要杀伊，迄时大笔踮伫西弗旷野个夏列。扫罗个囝约拿单出海去夏列见大笔，鼓励伊着信靠上帝个保护，甲伊讲：毋免惊，阮老爸扫罗个手无法度伤害你，你会做以色列王，我甘愿坐第2位。这个事，我个老爸扫罗已经知。因两人就伫上主个面前立约结盟。大笔留伫夏列，约拿单倒去伊个厝。有一寡西弗人上去基比亚见扫罗，讲：大笔敢毋是密伫阮境内？约书文南边下基拉山夏列个要塞。王啊，你若想要落来，请即阵来去，阮会掠伊来交伫王个手。扫罗讲：愿上主赐福恁，因为恁对我真好。恁倒去详细调查，确实知伊踮伫倒位，啥物人有看到伊，因为有人甲我讲，伊真开阔。恁去查出伊确实秘个所在，若知影就来甲我报告，我就要甲恁去。恁若伫犹大境内，我要对所有个宗族中甲伊抄出来。遐人就出发，比扫罗较大声去西弗。
大比甲军队伊个人灭伫马云的旷野，约书文南边的阿拉巴。扫罗带伊的部下去追找大比，有人甲大比讲，伊就落去马云旷野的山岩遐。扫罗听到，就伫马云的旷野追入大比。扫罗甲伊的部下伫山的即边，大比甲军队伊个人伫山的迄边。扫罗甲伊的部下逼我大比，得要掠着。大比赶紧走，闪避扫罗。迄时有使者来报扫罗讲：“你着赶紧倒来，因为非利士人侵犯咱的国境。”扫罗就倒去对抗非利士人，无搁追入大比，因为安尼迄个所在叫做西拉哈马希罗吉，意思是隔离的山岩。大比离开遐，就去踮伫阮基地的要塞。